選擇工作服尺碼。如果同事第一次使用，你要先揀返啱自己嘅 size。首先撳右邊嘅圓圈，喺呢個界面度，同事可以揀返適合自己嘅 size，然後按剔號，之後就可以揀返自己需要嘅工作服。注意事項：第一項，同事要選擇左手邊工作服嘅圖片。第二項，如果你要攞兩套工作服，你要重新拍卡同埋重複以上嘅步驟。第三項，紅燈着起時，請你雙手要遠離窗口門。開放時間，查詢資料，取衣限額。感謝各位同事使用。